我哋而家嚟到2015年 DSE-M2 第三條，咁第三條佢就係俾一個積分你啦，要你自己做下積分。咁我哋首先第一步抄題目啦，之後 E 嘅負二 U，即係將個指數換翻落去啫。咁就係等於翻負1/2負二 E 負 U 咁樣咯，DU。咁你就可以直接代翻入去啦，負1/2 D。E 負 U 2U 咁樣啦，就係負1/2 E 負二 U 加 C 啦。記得不定積分要加翻個 constant C。咁佢就俾咗呢條式啦，查查題目先。佢呢個2應該係咁樣嘅2嚟嘅。好，咁我哋好明顯就要見到用 substitution 啦，題目俾咗，咁我哋就點 sub 咧？咁我哋其實好明顯可以見到呢一個係根號 x 啦，咁呢度係 u 啦，咁啊即係根號 x 代翻 u 咁樣啫嘛，根號 x 等於 u，咁我哋就du 就等於1/2根號 x dx 啦，冇問題啦，呢個都係好直觀嘅嘢。咁我哋見到佢係屬於一嚿冇1/2噶嘛，咁你咪要代翻佢1/2俾佢咯，即係2du，即係搬翻主項啫，搬翻個2乘翻個2去對面。咁我哋就要改一改佢嘅上下限，咁就當 x 係等於9嗰陣時，u 咪等於3咯。當 x 等於1嗰陣時，u 就等於1咯。咁我哋就寫翻嗰條積分出嚟，1/over 根號 x 啊嘛，咁 dx 咁好明顯都係兩個 du 啦，咁 E 嘅2u 咯，係咪先？咁即係1/2 2u du，咁好明顯見到呢一個就係 A part 嘅一個積分啦，即係我哋啱啱揾咗嘅不定積分啦。咁你只要代翻個不定積分就可以啦，就係負1/2 E 嘅負二 u。咁因為我哋一開始係有個2喺度噶嘛，咁我哋其實呢度就可以直接成個嘢叉走咗佢啦，即係變成負1啦咁樣3/2。咁呢度就要講翻 by A 咯，by A part。咁個答案就好明顯自己代入去啦，就係負2負6，再加翻2負2，即係1/2E，再減翻1/6，呢個就係答案。